網友 Christy 咧就留言啊，提議我睇呢套走出人質事件，又話呢套係福音電影啦，就想聽下我呢個基督徒嘅角度咧點樣睇套戲咁樣。嗱，好老實講，我本身真係一啲興趣都冇嘅對呢套戲，但係既然你開到聲啦，做都要做俾你啦。點解？喂，你嗰個真係好多個聽眾咩？至於我對呢套戲嘅觀感呢，你可以話我本身對佢嘅期望好低，但係的而且確呢係比我想象中好嘅。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歡迎打返到嚟夜佬閒，因為同大家講係蘇格蘭家同嗰啲消閒娛樂嘢頻道，我係 Raymond 啊。今日有劇透觀後感嘅時間，為大家介紹一定呢係走出人質事件，唔想俾劇透到，記住睇完套戲再翻嚟聽我介紹啦。故事咧就講述一個嚟自香港去馬尼拉玩嘅旅行團啦，本身去完一個景點，上晒車要去另一個景點噶啦，但係呢個時候呢，上車嘅唔止團友，仲有一個呢被當地誣衊搞到要革職嘅前督察呢派殺都上埋車。上咗車之後發生咩事呢？相信大家都歷歷在目噶啦。呢套戲呢，詳細咁去描述咗呢位嘅犯案者佢嘅心路歷程啦，亦都將整個嘅挾持啊，甚至乎最後呢要去到升級到要去開槍呢個成個過程呢，亦都拍得舉世無遺。事件過後，其中一位新患者易小玲反覆嘅需要接受治療，反覆需要接受手術。喺呢個過程裏邊呢，非常之咁難捱，非常之咁煎熬之餘，亦都面對住佢人生一個好重要嘅抉擇，就係佢認識咗佢嘅基督教信仰。咁究竟故事會點樣發展呢？呢一位嘅新患者又會面對啲咩嘢經歷呢？咁啊要大家自己入場慢慢睇啦。事實就係我睇完之後又真係比我預期好咯，我覺得 OK 嘅，即係我唔會認為佢係一套爛片嚟嘅，即係我覺得都係可以入場睇下嘅。即係譬如我就係睇早場嘅，咁睇早場就我睇嗰場都有，我諗都有30至40個觀眾，即係其實比我想象中係多人入場睇嘅。而早場啊嘛，咁之前嗰晚都睇咗陣間波，仲要睇早場，咁理論上就應該好攰啊，係嘛？咁其實成套戲一來我冇提早離場，二來我真係冇恰着，咁三來呢，其實有部分情節特別係喺挾持人質嘅時候呢，其實呢我都覺得係有緊張嘅氣氛喺裏邊，咁所以其實我估計有部分觀眾呢，即係純粹係入去譬如真係想睇嗰個挾持人質事件呢。我估計佢可能都有部分會幾收貨添，因為其實佢描述嗰個人質事件咧，我諗補充咗幾多新聞以外嘅資訊啦，同埋拍嗰個節奏其實都緊張。我呢度咧要讚兩位演員嘅，咁首先就係我相信應該係當地嘅一位演員啦，就係飾演就係嗰位挾持人質嗰位槍手啦，我稱之為槍手啦。嗰位槍手，我覺得嗰個演員係做得好嘅，即係佢嗰種即係受到屈辱啊，受到委屈，孤注一擲。嗰一種嘅決心，佢自己做呢件事嘅時候嗰種緊張，去到最後真係都失控啦、崩潰啦，即係做出啲瘋狂嘅行為，嗰種嘅神態咧，亦都係即係好不顧一切咯。我覺得呢佢都做得好好嘅。咁而另一位就當然係影后廖子妤啦。其實呢套戲唔止一個影后嘅，羅蘭姐都係影后。咁啊，但係佢客串性就係廖子妤咧就飾演當地一位記者啦。咁其實呢套戲其實拍嘅時候佢未攞影后嘅，咁而家上畫佢嘅一個影后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套戲其實已經佢呈現到嘅廖子妤嘅表現咧，已經係好有潛質嘅。其實好坦白講，其實嗱當然啦，我頭先我話當地嗰位演員，喂，就算佢演得幾好都好，其實唔會係香港人熟悉嘅演員啦。但係咧，其實成套戲裏邊，我唔計客串啊，即係譬如有龔慈恩客串啦，有羅蘭姐客串啦，有李日朗客串啦。咁但係即係撇除呢啲客串嚟講咧，其實大家熟悉嘅面孔咧，其實就係廖子妤嚟嘅。所以即係廖子妤其實都唔係香港人，其實佢都係馬來西亞人。但係其實佢係即係最容易俾到我哋觀眾就係投入認得嘅一個演員咯。其他演員咧，即係特別係車上面嗰啲乘客嗰啲咧，好坦白講啊，即係我估計咧就唔係有好多演出機會或者好豐富演出經驗嘅一啲嘅演員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認得樣嘅程度咧唔高嘅，或者佢哋表演出嚟嘅效果咧，嗰個嘅效果其實都未必係咁容易讓觀眾去留意或者投入咯。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即係你聽到咁樣，你諗下廖子妤喺呢套戲裏邊，佢嘅演出係幾咁緊要啊？係嘛？即係又要做得好，又要俾人認到，咁所以冇咗廖子妤咧，呢套戲係真係大鑊嘅。不過出於及女嘅角度咧，
車上邊咧有一位女乘客，應該有位未婚夫嘅，個未婚夫咧最後就即係不幸遇害嘅。但係戲裏邊嗰一位女乘客咧，我揾唔到呢位女演員叫咩名，我都唔記得咗佢戲裏邊叫咩名。但我覺得咧，即係嗰一個女演員咧係幾靚，即係出於睇女嘅角度咧，嗰個女仔係幾靚。即係我都期待之後再有機會喺即係幕前咧見到佢有其他嘅演出啊！嗱，講完演員，講翻套戲啦。其實我覺得套戲咧，我睇嘅時候嗱，我一路睇我都覺得係 OK 嘅，即係我真係唔覺得套戲話即係差得好離譜。但係咧，其實我就會覺得裏邊有少少睇電視劇嘅感覺。原因咧就係我諗有啲位咧其實就唔算太過 detail 去拍嘅。點為之唔 detail 啫？例如咧就係嗰位槍手上車嗱，你幻想下一個香港嘅旅行團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無啦啦間有一個陌生嘅馬佬上咗車，佢淨係上車嗰下，香港人已經會有反應啦。咁首先佢上車嗰下冇反應啦，咁佢冇反應，咁跟住當地嘅導遊就同佢講啊，先生你係咪上咗車定點？跟住佢就 show 掀開件衫 show 腰間嗰支槍咁樣嗱。即係嗰刻香港人都冇反應喎，你諗下戲裏邊嗰班團友冇反應喎，咁你可以話喂，人哋有槍嘅喎，你咁大反應刺激佢射佢啊嗱，即係邊有咁冷靜嗱？當然我明嘅，啲人見到有個麻甩佬上咗嚟，揭開件衫見到呢支槍，即係好冷靜地見到佢有支槍，所以唔敢講嘢。我相信係一個合理嘅反應嚟嘅。咁而另外都有啲人啦，因為成個團嚟嘛，唔係得一個人啊嘛。咁揭開槍見到，同樣地冷靜地唔出聲啦，但係議論紛紛，亦都係一個合理嘅反應嚟嘅。咁調翻轉頭，你總有一個半個，喂，即係嚇到嗌咗出嚟啊！哇咁樣，即係控制唔住啊，或者諗唔到要冷靜啊，都係正常嘅反應嚟噶嘛。呢個團體嚟噶嘛，咁應該係咩反應都有啊。咁結果其實就係，就算嗰個人 show 咗槍出嚟咧，都係鴉雀無聲嘅。咁我覺得咧，呢啲就係即係唔似係真實應該出現嘅反應嚟嘅。咁喂。咁之後佢哋啲團友真係完全冇反應，完全冇表態，唔係嘅嗱，要去到鏡頭 pan 落去啲乘客度，可能逐 pair 乘客就會有佢嘅表態，有佢嘅感受去講。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套電影，譬如喂嗰個當地導遊同佢講，叫佢落翻車，佢 show 支槍出嚟嘅時候，個當地導遊繼續同佢講緊嘢，鏡頭後邊已經可以聽到啲乘客嘅議論紛紛啊，有乘客嘅説話都應該要有啦，係嘛？即係唔需要係個鏡頭影到邊度先有反應啊嘛！即係呢啲好順住嘅，即係要影到邊度先有反應，邊啲演員先做戲，呢啲俾我感覺就係電視劇多過似電影咯。咁跟住即係戲裏邊嗰個主角，即係飾演新環者阿易小玲嗰個角色嗰位女演員啦。咁啊，發現咗即係喺被挾持嘅過程，會發現咗同佢一齊去旅行嗰條仔咧，原來有老婆嘅。咁跟住就梗係鬧啦，係嘛？喂，理得你挾持我啊，理得你有槍啊，照鬧啦！鬧到唔正自己個位喎，直頭兩個會企埋起身啊，喺個槍手面前都會鬧交啊，拉扯咁樣。只不過我覺得即係嗱。因為始終呢位真係真真正正嘅新環者，亦都係呢套戲嘅顧問啦。我估計佢咁樣拍得出嚟呢，可能當其時個情況真係咁樣。咁但係喂，其實你唔係紀錄片嚟噶嘛，呢套都係戲劇嚟噶嘛。即係有冇啲嘢可以調節一下？因為其實你咁樣睇落去呢，你會覺得喂，人哋都挾持人質又槍又剩，你直頭夠膽喺啲槍手面前都拉扯喺度鬧交，即係會令到覺得我就算當呢件事係真實當其時反映當其時嘅情況，但係觀眾望落去呢，就好似有少少唔真實咯。跟住個槍手呢，係問佢哋咩事啊，叫佢哋翻埋位呢。我甚至乎呢，我有諗過，喂嗰個女演員會唔會You shut up， 跟住有繼續鬧我，嗰個懷疑真係會喎，咁最後都冇，佢真係停，即係翻咗埋位，翻埋位繼續鬧過。咁呢啲都係我覺得雖然可能係真實，但係調翻轉頭呈現咗喺觀眾眼前咧，就唔算太真實啦。另外有啲位，我覺得細節位又好似做多咗少少啊，即係例如啊廖子瑜話要幫嗰個槍手去攞個復職信咁，我記得佢去第一個 department，咁啲人又唔好想理佢啦，得啦，幫你搞，咁廖子瑜走啦，走完之後就到 lunch time，咁個人就食 lunch 咁，其實我覺得去到嗰刻，淨係你想表達啲人賴行啊，啲人唔重視啊。咁其實你就係話 lunch time 去食 lunch 就已經 OK 啊，即係嗰人話lunch time 去食 lunch 啊，跟住後邊就會有個其他職員演員就話，咁今日食咩好？我知道有間附近有間餐廳好正啊，去啦。其實呢句咪多咗咯，淨係話你已經講到咁急啦，咁趕住要做啲乜嘢，
咁個職員 OK， 跟住轉頭你一走咗，佢話要去食 lunch， 咁其實我覺得已經 OK 嘅。咁但係再講話要去邊間餐廳好食嗰啲，我覺得就多咗啊。咁譬如啲即係上到架車喺架車度被人挾持，咁啊個巴士就冇油，要熄冷氣咁樣，咁其實你都俾人挾持緊啦，咁就即係需唔需要有條僆仔有個小朋友？爸爸，我好熱啊咁樣，其實嗰句嘢又好似冇乜意義。咁但係就算你要講，咁唔出奇嘅，小朋友僆仔，咁你可以話，就算前面有個有支槍嘅叔叔喺度咧，因為熱起上嚟控制唔到，都要同爸爸我好熱。咁但係你真係要咁講嘅時候，喂，個僆仔汗都冇滴，有幾熱啊？一係你又做一時就做多咗，一時就做少咗。你真係要咁樣講嘅時候，都即係真係整翻佢一個熱樣出嚟。咁呢啲我覺得。如果一套好嘅電影係應該要 detail 少少咯。不過呢，我覺得呢啲都係沙石啦。其實唔影響整體。我覺得只係我睇到就係少少嘅改動，少少可能有啲位多少少，有啲位就減少少。其實好少改動呢，其實就可以令到套戲可以好啲嘅咯。已經可以令到套戲讓人哋投入啲喎。咁所以就少提議啫。不過呢，嗱，我覺得呢套戲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套戲個名叫做走出人質事件啊嘛。咁走出人質事件，我會期待嘅就係，喂，佢講戲裏邊嘅主角，即係易小玲嗰個角色，點樣從呢一個人質事件嘅傷痛啊嘅陰霾裏邊走出嚟，過一個比較健康啲啊，過一個比較開心啲嘅人生咧。我以為呢個真係重點啊。咁大套戲咧，我想講就係佢係其實個重點真係擺翻人質事件嗰度。我諗成套戲如果成套戲約莫90分鐘到啦。我諗佢即係臨尾嗰10至15分鐘係講人質事件之後，其實成套戲大部分嘅時間呢，就係即係拍翻整個人質事件嘅經過出嚟咯。所以我先話可能有部分嘅觀眾即係抱住入去你話都唔係獵奇嘅，上去真係去關心呢件事嘅角度去睇呢，其實都可能係會睇到滿足嘅，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睇嗰位新患者易小玲點樣走出呢個人質事件呢，咁其實就會有啲失望啦。其實都係網友同我講話呢套戲係福音電影呢，即係我先至知道嘅啫。咁即係因為佢咁個網友提議啦，同埋咧，其實我都想睇下咧，而家啲福音電影咧，其實拍成點啊？因為過去咧，我講緊係我在讀書，可能係20年前咧，以前嗰啲福音電影咧，我真係非常之怕嘅。怕乜嘢咧？就係咧係拍一套戲，無啦啦間可能講一橛故事，跟住中間都有條友硬直企咗喺度咧，就有分享信仰啊，講耶穌啊，講佢啲經歷啊，跟住講完幾分鐘之後咧，又拍一段故事，又有第二條友或者同一條友啦，又硬直企出嚟咧，又喺度講下嘢咁樣。咁其實咧，我真係覺得電影唔應該係咁樣嘅，咁所以即係我就好怕福音電影。咁但係我都冇睇呢啲所謂嘅福音電影好多年啦。咁個網友話：喂，呢台福音電影又想我講下喎。咁啊，喂，直頭去睇啦。咁同埋咧，睇下而家福音電影有冇改變。嗱，我想講，即係睇完之後咧，係令我覺得喂好咗好多啊。雖然咧，佢臨尾咧都係有一段。都係真實嗰位易小玲小姐新患者去接受啲演員嘅訪問，去講一啲心路歷程，講啲諗法。但係佢係擺喺戲嘅比較後好後嘅階段，即係臨尾嗰幾分鐘啊。咁其實嗱，我覺得都唔係好嘅做法嚟嘅。但係問題咧，都好過喺套戲嘅中間，你無啦啦間講下故事，你插一段嘢出嚟喺度硬直有條友分享啊，係嘛？我覺得已經好咗好多啊，即係起碼冇影響到成個故事嘅脈絡啊，成個故事嘅發展，我覺得已經好咗好多啊。但其實一套戲裏邊係咪唔可以有訪問呢？係咪唔可以有即係一個人就咁企喺度講嘢嘅元素呢？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喎，即係譬如嗱，即係大家都應該睇過經典嘅鐵達尼。咪就係老嘅 Rose 咁樣，一個老太婆，即係做一輪戲，嗰個老太婆上咗船，跟住就講下佢同阿 Jack 嗰陣時嘅故事，跟住成班工作人員啊、科學家嗰啲即係嗰啲搜索嗰啲，就又聽佢啊，咁佢可能講一段嘢，即係拍翻嗰啲畫面出嚟，跟住又會影下現在嘅人，又繼續問佢問題啊，又即係梅花間竹咁樣，咁我會覺得咁樣咪容易，即係咁會容易令觀眾接受啲咯。咁你既可以講到嘢之餘，你又唔會打斷咗成套戲個脈絡。同埋而家頭先我講過有啲似電視劇，就係成套戲順拍啊。其實如果中間有一啲嘅分場，有啲即係講故事技巧嘅一啲插敘啊，梅花間中表達。當然啦，你而家咁樣，我哋而家問我點樣
cut 法啊，點樣去轉接啊，咁啊，梗係導演編劇再諗啦。我都係而家翹起手就咁講嘅，但我覺得有啲時序上嘅轉變啊，我覺得好似令到套戲會豐富啲，個層次感高少少。跟住同埋呢，其實最嬲尾即係訪問翻阿易小玲，叫佢分享翻佢啲心路歷程咁樣。嗱，我覺得對套戲整體嘅影響唔算太大嘅，因為佢真係擺咗最後幾分鐘啫，所以對講故事唔係太大影響。但係我覺得最大影響係咩呢？首先套戲即係一劈頭已經講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我明白你真係想講呢一套，你真係想講翻嗰件馬尼拉人質事件嘅，咁但係咧你唔補句咁嘅嘢落去補底呢，又可能會好多嘅爭議啦，又可能有唔同嘅責任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套戲你寫咗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咁點解臨尾你會揾到條真人出嚟去接受你訪問，去分享心路歷程啊？咁如果有個生還者可以講呢套戲嘅，即係佢成個過程嘅心路歷程，咁呢個故事點會係純屬虛構？點會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啊？喂，大佬，人哋係首尾呼應，你係首尾矛盾嘅喎，咁所以即係對唔住，即係容許我，即係我係一個愛駁嘴嘅人，即係作為一個愛駁嘴嘅人，我睇到呢位，其實會覺得好唔 OK 咯。總括嚟講啦，嗱，我覺得呢套走出人質事件呢，其實都唔係睇唔過嘅。我覺得唔會令到大家有一種戒燈啊，覺得好爛好差嘅感覺嘅。咁如果你真係關心呢件事件嘅，你想了解呢件事件多啲啊，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件呢，其實都值得入場。裏邊嗰個挾持嘅過程呢，亦都緊張嘅，只不過係即係有啲 detail， 我覺得係可以做得好少少啦咁樣。嗱，套戲呢就差唔多講完噶啦。咁我話呢套福音電影嘛，我信耶穌啊嘛，係咁意講下耶穌啦。戲裏邊咧就講即係直頭拍埋出嚟啦，就係女主角啦，即係扮易小玲嗰個啦，中咗槍之後咧，咁中咗槍梗係痛苦啦，亦都即係可能會想放棄啊。咁嗰一刻咧，佢就見到一個白光。咁啊，見到個身影，並且聽到一啲説話，exactly wording 我唔記得啦，但係就係你要堅持住啊，你要加油啊，你仲有小朋友啊，即係俾到啲安慰佢，令佢咧有勇氣繼續堅持。咁咧呢一單嘢咧就係阿易小玲之後接受訪問，戲裏邊最後尾嗰個部分咧，其實佢都有講係啊，當其時真係有一個咁嘅見到白光呢個畫面同聽到啲聲音，令佢咧就之後完咗個事件之後，可能就接觸基督教信仰啊，令佢有勇氣繼續堅持落去，唔會否定易小玲呢一次嘅經歷嘅。事實上佢咁樣真人講翻出嚟，我相信佢當其時真係可能得到一個咁嘅安慰啦咁樣。咁我絕對相信呢件係事實嚟嘅。但係我覺得一時嘅異象啊，或者一時嘅一啲特別嘅經歷，可能令佢嗰一刻得到支持、得到安慰、得到力量，一剎那啫。正如咧就係《使徒行傳》裏邊啦，阿掃羅啦，即係之後嘅保羅啦，佢本身咧就係逼迫基督徒嘅，佢就好反對啲人信耶穌嘅。後嚟咧就見到個異象啦，又係突然之間即係眼前一亮咁，見到白光，又聽到聲，喂，你做乜事要逼迫我啊？之後咧佢就睇唔到嘢嘛，盲咗嘛。後嚟咧就去到一個叫做亞拿尼亞一個信徒嘅面前，咁呢個亞拿尼亞就為佢祈禱，咁佢自此咧就見得翻嘢啦。嗱，呢一個當然呢個經歷，我相信係令到呢位掃羅好直接改變咗佢一生嘅，令佢咧由否定耶穌到咧就係相信耶穌。咁但係佢後嚟即係佢嘅信仰，即係基督教嘅信仰越嚟越成長，越嚟越進步。後嚟成為初期教會嘅領袖啊，去好多地方宣教。呢一個咁大嘅成長，咁大嘅改變，我相信即係除咗見到異象呢一下之外咧，後嚟亞拿尼亞對佢嘅接納啦。亞拿尼亞帶掃羅，即係阿保羅啦，去到信徒嘅群體裏邊認識其他嘅信徒，其他信徒嘅接納，對佢嘅接納，同埋同佢嘅溝通，同佢嘅相交，我覺得會令佢先至係更加令佢個信仰成長啊，令到佢慢慢變成一個基督教初期教會信仰嘅偉人，慢慢踏上呢條路咧，係啲日子有功、細水長流嘅嘢嚟嘅。我哋好多時候咧會聽到一啲好積極向人傳福音嘅朋友啦嘅弟兄姊妹啦，可能會講佢好多過去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後嚟信咗耶穌之後咧，又成個人生猛晒啊，好晒啊！喂，4期 cancer 信咗耶穌之後，喂，一夜之間冇嘢。喂，大家聽到可能聽過呢啲嘅見證啦，多有少有聽過呢啲嘅見證啦。
正如即係阿易小玲佢講話，見到一個咁嘅異象，令佢即係信主或者堅持落去咁樣。但係其實戲裏邊接受訪問嘅時候，佢都有講即係呢個中間佢經歷咗好多次手術嘅失敗，好痛苦啊。其實教會有人去好關心佢，好支持佢，啲弟兄姊妹同佢唱詩、祈禱、讀經。我覺得當然佢一下嘅異象令佢可能信主，令佢下定決心去信主。但係十幾年呢件事過咗十幾年啦，佢嘅信仰成長，佢慢慢將過去嘅一啲嘅傷痛或者對嗰條仔嘅一啲仇恨去慢慢去放低釋懷變得有平安。其實一啲教會嘅陪伴、讀經、唱詩、祈禱呢啲，可能對佢嘅生命先至係更大嘅陶造同埋造就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就係成日都係高舉住一啲特別嘅經驗、特別嘅經歷，其實正正就係我睇完套戲之後離開嘅時候，我都聽到有一個人，有一個女士講咗4個字，嗰4個字係神神怪怪。嗱，其實我相信成套戲呢，真係值得用神神怪怪4個字呢，就淨係佢見到白光，聽到有聲音叫佢支持落去，係呢一嘢嘅啫。但係淨係呢一嘢已經可以俾人感覺到你神神怪怪嘅。其實如果真真正正我哋基督教嘅信仰究竟吸引人嘅，就係嗰啲神神怪怪嘅部分。當然啦，即係你信你唔覺得係神怪啫。咁但係人哋唔信，人哋就係覺得神怪，你都唔能夠怪得人啦。但係如果呈現出嚟嘅真係走出人質事件，走出嚟嗰個過程，就係佢唔開心，佢經歷痛苦，有一班人去陪伴佢，有一班人去關心佢，令佢感覺到愛，慢慢將佢由一啲唔好嘅關係去走出嚟，讓佢由一個身體嘅傷痛裏邊去走出嚟，讓佢由多次嘅手術都失敗嗰種失望裏面走出嚟。係會唔會係即係弟兄姊妹嘅陪伴呢？會唔會就係嗰啲讀經、祈禱、唱詩歌，先至係幫佢走到佢而家今時今日嘅一啲重要嘅元素呢？我覺得如果呢啲喺戲裏邊呈現出嚟，或者我哋作為基督徒喺傳福音嘅時候，我哋唔係淨係講啲即係好特別嘅經歷，而係講我哋平時嘅信仰生活。我哋平時同弟兄姊妹係點樣相處？呢班人點樣造就我哋？我哋返教會有啲咩嘢好嘢？有啲咩令我哋生命有成長？呢啲嘢會唔會先係更加容易向人傳福音嘅嘢呢？或者係唔避免咗啲人覺得神神怪怪，避免咗啲人覺得係耶 L？ 會唔會係呢啲嘅我哋自己內在嘅生命或者教會生活，對一啲非信徒嚟講係更加落地、更加容易俾佢哋接受同埋明白嘅地方呢？我覺得呢一個層面咧，都值得我哋每個基督徒去，即係我哋去反思咯。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中意條片，記住幫我讚好、留言、分享我哋頻道。嗱，做我嘅網友非常之好噶，你同我講咩，我都會盡量滿足你啊。所以咧，記住支持下我 channel。好啦，拜拜。